早上做头的师傅都会用脚去踢，飞叶茶会顶到龟家来出培叶。不过有位天通来培技过后，也红树叶，做得讲强强会买踢。做头师傅张贵雄也系对百姓起事就来好做飞叶，还加伊妹好晓用脚去踢飞叶茶也好功夫。彼得爱感到做工嘅指挥传下去。礼拜2日，伊会去到英国嘅陶瓷博物馆表演也好传统手艺，还加伊妹有上过韩国，还加印度，也到国家嘅电视节目。这也是以前人的精神啊！你看，一次一次的这样挤。一天不要挤几千次。康熙来从运动现代，其实为前面估计，修改的为润，也会就为动转型。那以前不是这样，没有机器是这样做呢，是这样转呢。自己转这个不转。啊，那现在贫血不能这样转，一转头会晕倒。以前很厉害啊，这转一天也不会晕啊。有近代跳嘅功夫是农族工嘅聚會，一下就見來見上嘅小做咧。那分一团一团去了，好像要来按个后台长哈，他们还要一节按照完成，所以分3段呢。下台呢個作品冇辦法就擺出做好，為定下半節嘅早就係填長途咧，有啲咧就做得設定下去，唔過就做唔得定到幾圈走，冇為執唔得，為佢做嘅攝就執得，全日是老師傅嘅經驗，哪條嘅攝圖也控制。看遠像起拍樣按遠遠，當輕鬆啊，接啊，當然唔係做，一般就落下嘅，旋轉有離心力，旋轉卜落下嘅，哦，所以我就較習慣用較硬調嘅嚟。康康掉就，俺就啲離心力，佢唔會受傷。嘿。啱嗰個讀出嚟。冇辦法，哦，乜嗰啲咩全部變出來。這個搓泥條以前都是媽媽在搓的，搓，啊，放着一堆這樣。講會不是會講到幾個阿妹，就是年母親節，張國相當啲嘅來配歌，想到幾個阿妹按下機，所以除了兩個作品按做母親。有一个像肚脐一样的哈，实在真的还蛮写实，这个可遇不可求。世界上的女人是多么伟大，你看哈，孕育的哈。張國相喺英國出世，佢嘅阿爸係老街紅嘅老土司，時代改變，做生活行而眾多嘅輝哥東南落雪。佢嘅阿爸接受偏足嘅建議，佢做起動苗栗。張國相從細就本意南起定家鄉，本但佢嘅阿爸為了留喺英國佢嘅丈夫服下，唔過佢嘅阿妹堅持。張國相賺咗啲老千歲入歸，係做其他3個兄弟窮下去苗栗，解了時28歲。苗栗19條嘅燈窯啊，做咗個什麼啊？就公賣住嘅酒行嘅，如果一條架當好，呢個工廠動態都係我爸爸吃下來，照顧隻工廠。你做跳刀配體不硬不行。條架是自己嘅阿爸，本幾條貴本件大地工廠度，張國相也係解了時，佢是學做飛哥，工廠度嘅師傅都係佢嘅先生，唔是講中人做我嘅阿爸也係。以前。迄在按收鋪嘅啊，一個工具哦，做唔得按警察咯，我唔見猛啊，我見狀啊，我見猛，啊叫佢見查，啊所以一查，誒，感覺呢個，我們講咧。做飛哥也係蒙天是盤嘅嘅噃，來學嘅粗配為洗澡賺到啲那些少，係冇做水本，容易繞到出不表態。後天啊，3米咯，佢都做太去酬神啊，就動歡喜啊！結果迄3米迄6億按樣辦，我加錢，冇飯食啦。用轉叫老飛茶見踢，兩係拿住行張國相點苗栗好多嘅手藝，上早忙住田土來配嘅之前，做飛哥嘅師傅都係仲叫嚟老飛茶嚟到家，就嚟來出硬氣。英國苗栗哈，差不多50年前還有啦。佢一來講英國差不多存到50、60歲，全部轉80歲、90歲。有時係做飛哥嘅師傅，老師嘅家伙頭個都會自家做，快梯又會自家來長。
个火把上有个棕榈树，去拿，去采下来，啊，就竹编也一模一样啊，这个底度，就竹编编好像。编跟畚箕一样的哈，编，按来就切啊，就从中嘛搅，啊就做出一张。这个飞车大概就200公斤安处，为学校用半天，解释冇按过。我阿爸就讲，更行较简单，你就踢死一条牛就出事呀，叫做形容词啊，有的人问我，唔出事嘛，问我讲唔出事嘛，讲出事嘛，还做人，看到牛就走。就嚟天同拉配機過後，仲有踢飛車，強被問題咧。張國雄禮拜2日都會對 N 個投資部分個人表示，卻希望為住下動見了解。我不希望把它，在我們這一代就把它斷層掉，想找有緣人，可以來繼續傳承。有沒有再去做生產沒關係，至少你要去讓人家去了解，以前的祖先用暗行庫。5個後，張國雄就轉到 N 個貴族藝術投資，嚟當到工廠都做過，到見幾下睇見學見架構，從係了解姐姐故事，富貴發揮，出係失敗了5啲幾多擺這樣做出來嘅。壓在現在比較高難度一點，不是說你從普通工用昂揚這次來去就做的，它一體成型，它的過程中要開出這個結晶釉很難。它要控制這個，還有天氣啦，這些溫度呢沒有控制好，就全盤就失敗。張國雄講，乃上中軟活，乃係做成了解，搞了60年飛哥，佢都唔為難。每幾處到最風水嘅作品係乜嘅？佢講很當地嘅代表。有人講，師傅啊，你做很強啊，我是做師傅，我忙嘞。我爸以前來講，很做嘞，要出事。當你沒好好，那你慢慢按就出事了，就永久記在爸爸的那個教訓給我們。張國雄一直給人讓會嘅教師了恩情，也懂感謝該都是天生嘅改良師傅，所以佢也唔會恐怖，卻希望佢嘅學業做面對接，攞足夠嘅智慧也繼續保持，係佢也會繼續老自家挑戰。